期中考結束啦 ，NBA 即將進入到期末考複習階段。25-26賽季 NBA 轉會截止日，大家期待嘅依然冇發生，字母仲係走唔到，宣告重建嘅灰熊同快艇。快艇夏天湊老將，冬天拆陣容。前27場6勝21負之後，主教練泰朗魯爾喺12月提出，剩低55場常規賽咧，至少要攞到35勝20負。跟住落嚟嘅23場，佢哋就贏咗17場，然後開始拆隊，用夏登換騎士嘅加蘭，祖巴斯加高比布朗換溜馬嘅馬杜連同艾斯亞積遜加2個首輪簽，1個次輪簽，宣布球隊正式進入到半重建階段。里奧納德嘅大合同到2027年夏天，加蘭嗰份唔細嘅合同都要到28年，馬杜連即將到嚟嘅夏天就要續約。雖然時間差係配平唔到，但至少確定咗跟住落嚟嘅2季，球隊可以先睇下加蘭同馬杜連嘅進步情況，再決定係咪轉手。痛，但方向正確。灰熊清理唔到摩蘭特，只能夠先清理大合同小謝倫積遜，接收佢嘅爵士一邊擺爛一邊喺度谷大招，明年會大爆發。如果要論當下操作，騎士都犀利。喺得到夏登之外，騎士又送走咗呢個賽季表現下滑嘅亨打，然之後換嚟後場即戰力史盧達同艾里士，同時貼次輪清理咗命中率低迷嘅波爾，提升戰力，奢侈稅降咗1億。力博用達倫泰利加2次輪同埋現金換咗艾華拉道，作為賓遜嘅替補嘅純控衛。塞爾特人、溜馬同勇士都係補強中鋒，但個作用完全唔同。用融入效果一般嘅安芬尼斯蒙斯嚟到換胡斯域，2份都係到期合同，一換就少咗600萬。送走米洛特、迪爾文、布查，減少咗超過2億奢侈稅。而溜馬嘅操作如果要獲得讚譽，係需要有前提條件嘅，因為呢個係端拿離開嘅連鎖反應。祖巴斯嚟嘅係填佢嘅氹，但係送出咗今年受保護嘅首輪簽。而家溜馬東部墊底，夏利不頓賽季報銷，咁佢只有繼續擺爛，等個簽位進入樂透，同時祈求唔好抽得到5到9順位，操作先算成功。始終明年嘅事明年算。焦頭爛額嘅勇士本來就係諗住用好居利嘅生涯最後，不拿報銷，冇時間培養古明加，唯有各自安好。換保津基斯過嚟係到期合同，為呢一套陣容嘅理論上嘅最後1年留啲可能性。湖人同活塞都喺度補射手，而射手同時都係到期合同。湖人呢一刻需要堅拿特，活塞需要靴達，但係湖人只係付出雲辛迪，活塞就送出咗受傷病困擾嘅明日之星艾維。翻到最初，木狼冇辦法攞到字母，但至少處理咗老將干里，後場補充咗杜森姆，陣容提高咗活力。華盛頓巫師得到咗楊格同戴維斯，下個賽季可唔可以時隔6年重入季後賽，仲係要睇健康狀況。期中考結束啦 ，NBA 即將進入到期末考複習階段。